不努力啊！你浪费！我卡就系万年伏卡讲下多 A 老公 B 老婆 C 文珍，财富的表演讲算老财富。你抽烟？那你算是老婆看吗？我刚满18，哦，你喊谁财富？所以啊，代表其实很麻烦咩？你死陈文珍啊，准备搞。啊对，我也担心你会有生命危险。永远都够了。谁要，你要比。我们现在同样速度，不要看别人。慢慢跑。两公婆料理太难的。斗底万年，太厉害！又叫我客家黄飞鸿。可是哈，根本你係你T8依家指數開播以來呢，數到老公打天包來講，我愛情，我不用向他來變，而且係唔係變強主，變對面呢。下戰帖。一堆都係一堆都兩個。你要確定他回得了家呢？我告訴你，比賽之前什麼？人人平等。嘿。那比賽之後呢？回不了家。不過呢，這官方說法啦，因為有一個可能嘅對了，老公也要為自己爭取一些私房錢。係啦，因為平常時間讓用錢，然後盡量唔拉用。好啦，先嚟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，之前呢嚟分享到呢個阿牛馮師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聽嘅冇聲，炒菜啊，等下炒菜。送你這一個。突然想，如果有一天那個家珍姐來下戰帖，她當評審，好不好？冇可能。你那是蔡醫師。好了，工作呢，還有你非常快樂嘅可樂廚師。大家好，我係可樂。他是可喜可樂。對，可喜可樂的代表，歡迎。我們知道3號呢，嚟分享到你風吹嘅潛水炸家有更多嘅老公代表在我這邊咯。佢喺超價嘅春5嘅圈下來比賽，來自桃園中立嘅陳文珍，佢係阿 Q，然後仲依面係佢嘅春5分享。歡迎。哎，太高了，大家好。文正彈個動態彈嘛，謝謝。各位看一下，攬出嚟嘅票係來自桃園中立強榮，係顧守東，記得係思春珠、陳細蘭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是哪一位的老公站在這邊？好，根本呢，講到你印尼姐幾檔厲害，是我們米谷粉達人哦。係，對。你自己有做米啊？樣嘅？唔係呢，我要講錯，做米谷粉。做米谷粉呢？我做米谷粉。這對我來說真的是福音，因為我本人呢就是膚質過敏，所以要說你知道嗎？吃鬆餅的話，還用米谷粉的做法。做得。今天有帶來嗎？有啊，我有帶米谷粉啊。該不會要醃菜？會。哎呦，文正抬購哈，嘿，你是跟哪裡借來的膽？沒有啦，沒有咩？我跟我外甥女借的膽。哦，你跟他借？因為你韓國亞布卡算係妻管嚴嘅嘛？是嗎？係啊。公用棍都懂飲係嗎？來，你報名的還是老婆報名的？我報名咧。我跟你說啦，今天誰報名都不是重點，因為我們就是一心一意的老文珍大哥 Q 哈了傳給3000元呢，4個錢，好不好？幫你賺私房錢。我覺得他有點嚇到不敢講話。一直幹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越站越遠？我用的，第一個嚟，看過嚟。好啦，我看一下咱出嚟一片哦。有一位大姐嘅屋卡係開民宿。係我屋卡。哦，就係你本年。開幾多年了呀？快20年嘞。20年。那不就也是我們文珍哥家嗎？這是老闆，這個是另外一個。莫一家啦，好漂亮哦！這就是你們的民宿，對，我們家族的。所以你阿福卡嘅民宿嘅特點係乜嘅？有叫做係梅花、龍梅，以前有個什麼星空什麼露營區，係梗係露營區。哦，近半年哈，圖你老公窮下來，你希望你最尾嘅結果係？當然係那樣啊。那我們畢竟啊，等下他會算係家節目，他會走一個過程，雖然結果已經是知道的，好，我不知道哎。這個過程，比如講等下他會搞一下遊戲啦，哈，款師傅走出來啦，然後最後就是我們姐姐贏這樣。哎，還是跟你說
啦，比赛之前人人平等，好人人平等开起来都要加油喽。好，文珍哥先不要太紧张哦。好。马上来进行第一关嘅挑战。向前变困啊！第一关要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涼脆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第一關嘅 PK 到底我來比乜嘅呢？好，第一關哦考驗大家係基本功啦。講到基本功吼，要分做兩隻配合哦。大家配合都有分數吼，其實配合我考驗大家就係穩定度。第二隻配合我考驗大家就係力氣，還有個速度。看到第一關天時哦，做啲先上看一下，因為排出哪一種代表來參賽，好不好？那我們就第一回合請就位。來，我們先派一名姐，來，穩定，哦，很穩定哦，就跟一些股票一樣。穩定這麼美呢，一直都這麼美。好，等一下我開解哦，我只會宣布我用辦來搞大家提前配合咯。好，3、2、1，請開解。到底係乜嘅咧？哎呦，好，等一下我哋講用慢搞，好不好？第一隻配合呢，就看到豆腐哈，第一豆腐哈，右線分做12塊咧，有12小塊，用最小時間了，你豆腐夾到千倍度，你只胖嘅蛋糕是讓你得到1分。但是我先講出來哦，假使高槍低倍度哦，你要撈個豆腐哦，弄到爛鐵啦，所以隔10秒鐘。這樣子哈，按用夾波來，好 OK，好，先講係因為冇時間的限制啦，所以穩撈去夾過去。但是我們是節目啊，不能夾1個小時，好不好？好，看起來兩位啊，在度準備好了，你下比賽開始，加油！好，來咯，不要睡就好，這個是好的，可以。總共有12個，穩穩，不要倒哦。團隊也太領先了，很棒。再來一個，很穩。很相信自己，很棒哦。要不要偷偷換成板豆腐？為什麼都那麼小聲？很穩定哦，因為不要嚇到對方。不要嚇到豆腐吧。對。盤子真的太小。對，盤子真的太小。盤子真的不要。可以疊上去。做的那個轉頭咯。可以疊沒關係。還是我們要把它復原成原本的樣子，加10分。哎，對呀，兩個這樣換就好了。那我們還要編號嘞。哎呀，再先神佑，你要。我們現在同樣速度，不要看別人。冇爛啊，冇爛。哦，給點下落嚟。慢慢來。變方便上地，哎，要本來是冷態的哦。有朱明明來叫了。就最後一塊了，加油！好，時間到，我們到了。好。好，那我不用加了。啊，不用加的，不用加的。運動加精神，運動加精神。沒有，因為我們比的是時間的數量。對。因為假設你6日懶天有90秒，所以我們還是要算最後一顆。還沒到，沒有關係嘛。還沒結束哦，還沒結束哦。你還算不攀的哦。可以。好。還有計算下來。好，我們先看看成功的顆數。來，師傅請就位。好，來，師傅拜託一下哈。拜託，不要弄爛，對不對？好，成功。好來，現款風水眼，先看紅隊的。了得好嘅哦，哈。師傅的要不要用？基本上你可以知道我們沒有破了，摸啦，因為我們沒有留在這啊。兩把摸，哈。對，用撥的，師傅用撥的。好，兩尾摸爛。我們沒有爛啦。摸。這是本來的。本來是爛態的哈。八對。9對。文珍哥，你比剛剛更緊張呢。對。對的，贏定了，哎，不用緊張。好，又爛態了。這個好像是先天性缺陷。先天性缺陷用過一次了。用版哈。好，那加10秒，那我們加幾秒？62秒，哦，62秒。好，然後款拉出2秒。1、2、3。你的會翻跟斗啊！小心小心，你不要跟它弄壞掉。哎呀，我哋慢慢。他帶掉了。你們那樣子算沒有缺嗎？沒有，先天性缺角。他沒有，因為我剛剛說的是攔腰折斷。那這個呢？金毛穿貼啦。這也。這個是誰的？該跳下切。這個是息肉了。哎啦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
12地完全唔过算起来，安尼下慢到底发了几多秒？77秒。冯队长，来，给你看。先到一半。文真哥，你离算盘越来越近了。哎呦，真係厲害哦！我俩是系体日飛下片片，等下就嚟看下天熱飛下愛搞乜嘅。三下落嚟到天衣地盒，你要教嘅希望嘅。好，你下看出來咧嗬，你要比嘅出，我力頭落速度，我到底攞雷夢要埋使用慣呢？因為嗬，等下你要看我一個甜喜劇啊，那個恰恰。什麼叫恰恰？擠那個橘子啊。哦。你有看過？哎呦，你晚上8點都在看電視哦。係啊。好啦，不要太遠。等一下，你要徒手來擠檸檬汁，如果有加標準哦，千百度有加不約，誰最先到達145cc 概念，是做得讓你得到1分。這個很殘忍。而且我注意進準哦。哎，對，剛好夫妻對戰，又有刀子，又有檸檬。哎喏。準備正教，準備正教。我不是怕吵架，你知道嗎？我動手呢。比賽之前，好啦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加油！兩公婆之間嘅對戰，恰恰比賽開始。聲音哦，聲音，慢慢嚟到好咧，聲音。加油！看，安尼去有力咧。他好用力哦！要轉，重點是轉。你要慢一點啦。你要慢一點，好，換了，這應該照推的啦。先繼續。哎，我浪費時間啦。別這樣，你不要那麼快，慢一點。沒有在切心的，慢慢的。你要不要先把手右線夾起來，我們再一個一個擠，要不要？好。對，你這樣子力氣一次用完，不然你這樣子等下會挑，會累。我們一次先全部切完。再來一個哈，切好再來。聲音對，來，老娘，我現在報告一下我們現在的。我切得髒嘛。哦，我們現在都是全乾的，現在大概有20了。加油！不要笑，哎，老婆的刀子拿太靠近我。聲音對哦。因為他那麼快沒。你不要跟他講話。我沒有力了啦。不要再看了。總這麼低了，你比賽。加油！到。哎，我覺得他們家平常廚房就是這麼有趣。哎，文真哥，你嘴巴跟身體不利。我讓他。我叫你慢一點啦，你這麼快幹嘛？你登山各自努力啊！不卡就係萬年博卡共下多 A 老公 B 老婆 C 文珍。為什麼要點到笑聲？贏的沒有講，贏的人就直接贏了。我啦！哎，文真哥，你嘴巴跟身體不利。我讓他。你可能會差很多。我叫你慢一點啦。係啊。哎喏。你這麼快幹嘛？哎呢。你登山各自努力啊！不要緊張。哎呦，大松了。那把它倒過來，我跟你講。哎，對，用身體。我看那個泰式按摩，女生都是用身體按，省力。牛嘞啊！嘿，加油！繼續。對，用轉的。轉。對啦，這個要這樣轉的。轉。好累啊！這樣轉啦，多少了？差蠻多的。差一瞬啊！對，姐姐，快點，革命尚未成功啊，姐姐，努力啊！80平平，你好，80平平，哎，你有145啊！我們已經要贏了，你的3000塊要到了。啊，3000塊給你們，我不要了，我好累。我好累。蛇針冇蛇針，腳走，我養你哋啦。哎，我按講什麼？我上槍。哎，其實我超過了吧？有嗎？對啊，我幫你選出來還有的。
有效果。懂了，对，像懂了。哎，这里有火锅哟，我不要参加。红手好帅，讲中我的家中。等一下，来，卫生纸可以擦。好，你要帮老婆秀秀一下。谢谢，帮忙一下，谢谢。虽然一张嘞，还有那金马杀给你了，不要给你杀，不要给你杀，这样不要赢我，不要给你杀。黑哦，马杀鸡一下，足两也下啦，弄你好。哎，你那黑喝哎，鸡蛋注浆。不要给你。好了，团起来已经非常明显啦，稳健太过你真紧张嘞。好了，这么得奖感言，得奖感言。哎，没有啦，你这么黑没有没有。怎么样？你还 OK 师姐 OK， 坐在。因为你都有达到係145嘛，ND4就110停起啦，唔怕，對不對？因為我剛才冇講，要得到熱風嘅風吹，要在3秒喝完。没有这没有濃醇汁哦，基本樣真係。好，故事按鈕會把2關哦，一個穩定度，一個速度按鈕快點風吹得到2分，男注意呀哈，加油加油，得分，繼續加油咯！好，要給 PK 賽結束之後，要不要還是抱一下？抱一下。不要。掉線咧，自己掉線咧嘛。等下要因為搶一食盤嚟啦。我知，今晡日呢，你阿牛馮師傅是帶來紅澎湃哦，來搶台起高，來看一下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老太吃分享。主廚素魯菜。今晡日係你阿牛馮師傅呢，帶來好料理，老太吃分享。唔過搶台起高認真看哦，因為等一下還有水塘烤。黑公答對嘅話吼，就做得到1分哦。藍隊特別要加油了哈。哎呀，我們手還在酸呢。來，今日帶來菜名係乜嘅3斤漁夫燉飯，3種筋烏魚子嘛。OK。來黑筋，黑筋係烏嘅蒜頭，烏蒜頭。啊，你係另外一個筋。蘿菜脯哦，烏劍，有2種咧烏劍哦。啊，啱會也係鮭魚卵，我超愛。啊，你係烏魚子，啱點解會炙燒啊？啊，你蝦骨係蝦公，哦，啊，你係牛腩，像燉飯咁樣，哦。那首先都置飯你好，咧。去殺筋，去殺筋，哈，你看，有啊。好順哦。所以第2節用東落去，其實做得賴出來。做得賴出來哈，你好先示範，你挑啊。蝦膏等下拿來炒哦，落去燉飯。哦，係好。我不用講解，我就垃圾切唔得。那是精華。有疑問，所以拿出來講哈，你要是垃圾係啲呀，它的腸胃，啲呀味，啊你係搶嘅。啊啲呀，唔係垃圾嚟哦，我唔講垃圾，等下做咩事咯？哦，對啦。你知哦，他講凍電影蝦哦，咩講凍電影蝦？佢嘅消化係度嘅挑，它的消化系統在它的頭。對，所以他剛那個係嘅胃啦。我們不怕講凍蝦呢，有氣啦，有氣。啊，你相信嗎？這是生的，我再次強調。不用通的不壓的嘢，我都不愛。因為不怕講不壓的，不壓的啊，很難剝的。而家咩？唔係啊，看你要是凍簡單，你要挑按放入來，放入來時間，哦，你啊，按剝，對啊。天秀嘛。好啊，做得挺熟啊。還好不是拔蝦皮。然後按時候咧，哦，賴，直接賴。啊，來。大家平常時學燉飯的技術多嗎？沒有很多。怎麼了嗎？因為其實對我爸爸媽媽來講，我其實講乖乖，油唔係麥，它又不是麥，然後油唔係盤，對他來講是魔怪。西式的咖啡母關啊。兩紅的東西，它必須要去燉煮它，才有梅頭會出來。所以我哋是先炒吼，等下全部下去。師傅啊，搭配啦。蘿菜不蒜頭。師傅，一般來講，嗰烏蒜頭要煮蓋湯下多吧？誒，所以我是用燉飯的想法是嚟講，本機全部梅頭只要起來用燉的，要先本機煸一下，本機梅頭會出來時陣，我拿加了水，本機煨煮一下。哦，因為食油嘛，蘿菜脯啦，蒜頭。會哦。會。好，做得好，你做得冇問題嗎？哦，等下係笑冇下，笑冇下你啊，注意看咯。藍隊要加油咯，西蘭。一桶
下工有关系哦。该不会那个跟虾公有相关是枪文？摩卡就系万年博虾公下多 A 老公 B 老婆 C 文珍。好，来，挑戦出題。出題咯，客家嘅師傅法，下工過河係講住嘅人做事係要選 A 衝動魯莽 ，B 容易退縮 ，C 懂得輕重緩急。不是彈過呢，你还没试弹过，感覺像歌名了哦。没有。我知道。好，莫成用现剪豆沙条布，剪刀石头条布。为什么要点到秀秀？赢的没有讲，赢的人答还是赢的人就直接赢了。冇啦，哪有？好，温正提供，你现在先看一下 A、B、C， 那好吧？C， 懂得轻重缓急。来串住阿姐。 B 呀。好，那我们 A、B、C 改下，风水上的是 C， 懂得轻重缓急；蓝水上的是 B， 容易退缩。到底答案是 B。哦，这今天爱用烟了。介紹一下，一句師傅法講下工過河大亂推。哦。因為下工叫愛叫嘛，愛叫，你要捉緊你們往後退嘛，他都是這樣，就是往後退。有道理。對，就是比喻說做事容易退縮的意思，是這樣子的。哦，看起來了，串住阿姐冇退縮，你看。哦，看出來 Annie 今日料理了好，哦。我挑戰，挑戰要啊，大概 tomato 炒過半嘅，物嘅摕出來，茄紅素。摕出來以後要按大量掃水，啊，你是半嘅煨煮，然後煨煮後按炙燒一下哈。挑戰按要浸加清酒，清酒哈。上一集的 sake 还有。 燒的應該是做對的。佢怎麼嘅感覺要出油嘅感覺？佢有油脂啊，有油脂哈。懂的。哇，這可以直接吃吧？就對，是的。哎，有人喜歡吃烏魚子嗎？我喜歡，我都喜歡。好，你下飯有梅頭出來嘛？所以你嘅湯嘅量係要算過嘅。只不過是適量熟的啦，因為你講你係你飯要熟嘅時節，佢隨時唔散到。最主要嘅目的是嚟講，本你起蒜頭那個落嚟菜脯要半啲梅頭滾出來，啊來調味一下鹽巴，腐味啊，腐味，烏金啦吼，好，你下牛奶，它係哦，凍牛誒，一點熟，奶油嗎？對，是鮮奶油，凍鮮，幫你好豆豆，豆腐鮮奶油。 哇，你一日加落去哦，小朋友加飯完呢。誒，你下係咧，哇，下巴那個哇，精華，是不是？咩垃圾包？腦，他說腦。哇，好讚。啊，你下先對半，好大氣啦哈。哇，這吃一整塊的哦。哦，好讚。我覺得我們春珠姐要鬥血帶哦，因為她今天花太多力氣了。你一定歡迎啦。 打老公的哦，按所以總得打哦，謝謝姐喜歡。是不是告大哦？嘿，細蘭啊，細蘭也很愛。好，金毛毛毛，但是一鳴姐溜跟荷蘭水溜出來，流出來，流出來。你下先是分解蝦講煮熟是差不多好嘞，哦，他講凍加熟啊，凍加熟啦，哈，總得煮長久哦，所以應該對這個煮菜先先後順序來錯是味道是對的。其實這道菜應該上凍久，有的時候冇靈感，其實是會去歐洲把hình那邊漢搞啊，是吧？又突然間是有。男人的自由時間啦，好，你差不多。無奈。台埔的中年當算老台埔，你今年？那你算是老 boy 嗎？哎，我剛滿18。哦，你喊是地台埔。尼姑粉教母呢？大家叫我白粉女王。好威哦！是好的白粉，是好的。對，所以應該代表其實係黑馬賽係咩啊？你死成我知道，準備講。啊，對，我也擔心你會有生命危險。勇敢又鬥啊！基老基老公讓架時間圈地呢？妹妹，全場嚟到哦。夾夾同意咯，避免戰火。
其實這道菜嘅上動機，有的時候冇靈感，其實是會去歐洲把hình那邊很高啊，是吧？又突然間是會有。男人的自由時間啦，差不多。你看撒在上面，還有那個烏魚子還有那個魚卵的。睇一下。其實大概干貝咪做得咯，阿公就做的啊。香港師傅啊，哦，你講菜譜的表演當算到菜譜。你信耶？哦，好。這樣才成年呢。哎呦，有在打票啊。你算是老婆看吗？哎，我剛滿18。哦，你還是菜譜。你拿上水漂啦，上水漂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好吃哎。我这个小孩子吃最好哦。沒有，沒動靜就好。好3斤漁夫燉飯。按鈕最後塞咯。起師傅帶來一個3斤漁夫燉飯，來感受一下3斤的魅力吧。來，感受一下。哎呦，這個香氣，漂。我的天哪，好好吃哦！老菜脯去燉過，怎麼那麼好吃？好黏哦，好稠哦。好好吃哦。無蒜頭去煮過後，它整個轉乾哎。剛才那個菜脯啊，還有個無蒜頭哦。別過以後嘅香氣就溜點，你食到最尾還有黏的那個鮮奶油的香氣，還有加上那個鮭魚卵剝開了一個感覺哦，哇！文珍哥，你吃到牛排？好吃，好吃。有沒有比春珠姐煮的還好吃？一定好吃。黑蒜頭很好吃，真的，都好吃。關鍵點就跟那個發酵的蒜頭，從個菜脯，從這兩種完全解掉那個鮮奶油的膩感。對，尤其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靈魂。很驚豔吧？會永遠記得這道菜。比如某些個安好些料理，我先講哦，剩下那些我打包。沒有，工作人員已經分完了。哎，那道邊買到無蒜頭。哎，超市都有啊。北埔農會沒有。北埔農會沒有嗎？老街啦，老街是有賣的哈。好，太遲做了，吃就困難咯。好，剛剛頭前呢，係你紅吹得到2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馬上就會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2吹這段只聽嘅題目，第限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家家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走咯。最杯米館，家家出好菜，拿出去架不卡嘅秘密武器。哎，這一集有趣了，都帶老公跟敏聰帶下空嘅這個武器比較火力比較強大，還是不娘嘅那個敏聰帶下嘅武器比較強大？你意思係講，老婆拿出自己的秘密，老公拿出自己的秘密，互相都不知道，而且一起對戰。哇！有沒有畫面？幫我做一些動畫。來看一下老公主要帶來的秘密武器係乜嘅咧？糙米米菇粉。糙米米菇粉，其實剛才蔡創的師姐就講哎，對，剛剛有講的樸實無華，他派出的是改給真哎作為一個征戰的對象，嘿，不拿出自己真正的秘密。對了，對。改給米菇粉，等下我們進去再好好聊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有沒有帶來嘅菜名？係乜嘅？韓式海鮮泡菜煎餅。哇，又是你的愛哦！哎，芒走出來應該是破熊一個。惠山的煎餅哈，韓式的，一聽，而且是用米谷粉來做誒，米谷粉，因為大擺都係用麵粉來做嘅啊。很期待。好了，最杯米館嘅哈，請問一下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有。好，看睇下老公你一片嘅秘密，以後係剛剛耳邊傳來一個笑聲，哦，來自你冷水帶來嘛嘅秘密咯，什麼秘密武器？寒冬瓜。寒冬瓜。這個秘密，你老公知嗎？唔知。
啊，你做嘛计无运动员避免无线哦。因为他们中国还是要做诶。哦，这个第一班全部参与哈。有金条。啊，喂，那你撼动我做的料理，菜名运动嘛计。上挂凤妞。上挂，哎呦，他秘密最少有3个。是。非常期待哦，好，水母也管改下哈，稍稍的缺了1分，等一下。哎，加油，有信心吗？耶！好，听出来有哦。兩隊都已經準備好晒，現場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嘍！走在快徐喽！我們隔戰觀火有還蠻好玩的。我們馬上去現場觀火。好來。大家好，你好。哎，文正大哥平常石頭鋪卡都在係你煮菜呀，係師姐煮菜？金毛川來煮。今天這個海鮮煎餅，是一鳴姐拿手料理嗎？是，這個是我們用米谷粉。你做乜嘅？我想來做一個米谷粉呢？頭壞掉。你有當中嗎？你做冇為冇？沒有，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因為有接觸這樣子的技術，那覺得它可以為台灣的米做很多事情，所以我們才開這個工廠做這個事情。哇，對，不然我本來是家庭主婦啊，也太跨領域了吧！我說真的，米谷粉真的造福太多人。台灣其實亞洲人很多都是膚質過敏，胸癌就會，就是你自己過敏，你也很有慢過敏，其實是對那個面、膚質過敏、小麥，對小麥過敏，而且慢性過敏會對於身體造成很大影響，會發炎。啊，你都有嘅料啲喎，都要加很多澎湃東西係嘛計？我有加高麗菜，有加豆芽菜，然後有加紅蘿蔔絲。那我現在加了一點韓式泡菜，然後還有雞蛋。那等一下還有韭菜跟海鮮。好，我哋等下能夠過來睇。好，好，上來。好。哎呦，細蘭，做手工耶！嘿妹做手工嘞，手工嘞。你剛剛手不夠酸，繼續再挖。係啊，同安用呢咯。嘿妹，欺負矮人。細蘭姐，你用啥黑菇掃係冇？係啊，對。做感情當好呢？係啊，平常時會強下做埋事情啊，譬如講唱歌啊，要唱歌嘛，發通嗎？強下煮飯啊、吃飯啊、聊天啊。煮飯吃飯，還有菌哦。對，我住1樓，他住2樓。啊，也太近了。加油嗎？你老弟老公這樣幹，其實圈地呢？係咪？相差很多啊！夾恐懼咯，避免戰火，不要跟我有關係。啊，今日要做嘅三掛鳳肉，鳳肉其實對客家人來講哈，凍夾裝不會做，但是我覺得你們的好像有點冇共用哦。係啊，你們的鳳肉係哪種鳳肉做嘛？嘅改良係嗎？係啊，改良嘅。這是秘密武器。係啊。啊，加油啊！成日瓜係上嘅。原來自己要做嘛？佢就係用切到凍好看啊，因為佢切就要。馬殺雞。要啊，上到你啊，啲過啦。要聽台上冇啊？唔係下台上唔拍啊？下台上對啊。啱東西豆腐，它就機台上是機台上。不過前幾凍小樣，我經常當中6年以來係2公婆分做2組呢。那時候想法係咁辦，怎麼個不用分？我想去大白摸煮出來，我想欺負佢啊！結果他領先，係咩？不是黑公提料才用煮的吧？又是他煮啦，係咩？我們做戲哦，我們做戲。真係講你啲冇啊！因為咱就係意思係講啊，無論馬上受傷啊，收錢的人就已經決定了，係咩？係啊，想冇拿出來哦。係啊，冇拿出來做咩？水晶王咪調死喎。哦，聊，唔是啊，聊嘛吼。用意係要做低頭。因為做低啦，呢個點嘛。係啊，所以應該但係其實係馬賽係咩啊？啊，代表時間啦，佢時辰我知道做咩講。做咩講嘅咧？你冇聽到哈？阿姐，我也擔心你會有生命危險。永遠都做哦，你都咩射飛鏢哦，咩射飛鏢。陳文真的，怎麼叫你不要那麼快？公標啦，節目效果，節目效果，這怎麼可以這樣？來，你等一下，你叫一下，我做乜嘅？做毛皮啊？鳳毛皮好，那我們等下回來看第二鳳頭嘞。好。哇，這邊要開鍋了嗎？對，落皮啊，落皮嘞，嘿，好漂亮，師傅。那為什麼要蓋鍋？這邊花團錦簇，上面才會熟。整個感謝一下藝名吼，因為你下做米谷粉嘅嘢哦，
又紧了一紧豆啦。因为这个台湾毕竟是米线的王国啦，所以我鼓励一下，台港穷下来走。比如讲哦，我有吃过那种米谷粉的盖卵糕。 其实有很多现在的饮食都可以用米谷粉来起台台。咱听讲啊吼，叫卖不个天吼，那你卖记记。哦，你老公做的，你看这肾孔盖好嘞，来，大爆料呢！要扁面的呀。是董事长吗？不是，他是上班族。那他能够支持你做这个事业，就是我把他前半生赚的钱都拿来买机器，都全部说。那是另外故事，下次邀他一起上节目。所以应该海鲜没通过的呀。有先烫哦，有先烫过哈，对，不然它会一直出水。对。好啊，等一下，我们一家之主节目的第2高潮要来了。好，前面对，好，前面对。你有边面嘞？还没吧？还没。中间对。油你要再加油吗？刚刚已经，它里面其实锅底已经还有油了。我看出了一鸣姐应该哈个统州港 SD， 你让给挺心啊哈，定型。对。你应该很常做菜哦。有啊，我写3本书了耶。哇！好来，我把它盖起来。啊，你要总剩挑。好，来一片冻酥，一片调酱，好吗？它调酱其实很简单哈，那就是几比几？大概硬油跟米醋1比1。好，然后再加一点水。因为只有硬油的话太酸了。对。好，然后稍微调一下。那因为其实它本身有泡菜，它有咸味，所以也不用太咸。然后最后就是姜芝麻跟葱花。该什么该没芝麻呀？那个等一下要撒在饼上面的，完成的，对，完成品的。葱嘛黑啊。葱。那两个薯恩用的青梅豆嘞？基本上你只要打关键字米谷粉都会找到我的书。然后我最近刚出一本书是教大家做无麸质的米面包。很需要。那但是因为它的粘着度没有像面粉那么强，失败率比较高啦。对，但是我把它改成很简单，然后很容易上手的版本。米谷粉酵母呢？我觉得有一个办法要学，大家叫我白粉女王。好威哦！是好的白粉，是好的。对，好的白粉，好的白粉。对，好聪明，果然是白粉女王。真的，小心烫哦。可以。磨俺豆哇，肚子哇，叉叉呢？会呢。对啊，温正抬高。好，蒙聊婷婷的煎那个肾孔钙片好吗？好，我们要去安抚一下他们。有得过哈。那有丢过陈文珍呢？不知道镜头有没有拍过啊？因为我很认真在那边丢哎。你觉得老婆煮的样白？好吃，但是我们的比他的更好吃。做乜緊講有一件係師姐小妹知。剛才要跌半兩條裙嗎？要得過嗎？要跌過哈。那有丟過陳文珍呢？不知道鏡頭有沒有拍過啊？都在拍4個機器在。因為我很認真在那邊丟哎，很生氣。幾好怎麼辦？接到嘢啊！接到你。應該整凍腳吧？凍腳。風化凍盤呢？可是它保有脆度哦。你要切對半哦，脆下姜嗎？按脆凍慢哦。冇壓膏係嗎？係啊。撲撲掉。應該冇問題的。冇問題哈。所以豆腐卡梅啊用做鳳蓉係嗎？係啊。因為鳳蓉係用苦瓜和豆吧？鳳蓉苦瓜。你沒有。對。肯雄是嘛？該是走在走吧。感情好什麼該？然後是不管的。溫定好什麼該？俺唔知呢。當初怎麼追到你的？走得脆嘞，所以我沒有脆嘞，他沒有追你，所以我哪有那麼追？我沒有那麼簡單呢，不是那麼好追的。以前我們拌煎炸，它就拌蒸煮。扁面嗎？不是，那個水要不要多一點？要嗎？我加那個東西。剛才那個，我怕水太多。你有幹嘛改？水要不要太多一點？加油嗎？不用。你那個東西，那個是什麼？不會。剛才那個呱呱的一些醬汁哦，炒，還會有一點那個味道才會進。去空款呱呱在煮很快，你夏天嘅你呱，你就要做樣就買卡薄掉，唔買個安太條牛卡本嘅，你個細條牛卡薄，個夾熟。所以今日所有食材啊，都係自家準備嘅啊，哦，自家種嘅哈。
摸了，摸。系啦，不按回。但是我听说雪胎机以后一定会顶。呱呱呱呱呱，顶呱呱。你讲清楚那个点，我又点到校区了，都會笑的啊！那很好點，很好。哇，真不會吹一下，再吹一下，好，好，然後再孔蓋點。好。好了是不是？切嘞！哇，准备赢了，漂亮哦。来，那我们要把比较上面那个金黄色的面翻出来哦。好，哎，那需要还要这盘子吗？要，再一次。成品盘是吗？对。哦。1、2、3，动 P 台哦。哇！然後呢？哇，這米谷粉好讚哦，可以吃了。我呢係因為家下就加軟啦，所以就咪啱皮來咯。應該上個啲係米谷粉，落該水嘅比例係幾多？其實要看青菜的含水量，因為每個青菜的那個含水，就有時候水出，菜出水的程度不一樣。那通常我判斷的標準就是食材的外面有裹一層薄薄的粉漿就可以了。那像水是唔死啦，像我們年紀比較大了，要控制糖的攝取量，所以我粉就會放比較少。但是我也有朋友他喜歡吃米谷粉的那個香濃的口感，他粉會放比較多。看起尬啦哈，沒有，但是我一定要強調，你不老，你不老。我小孩大學畢業了嘞，那你中午不用，然後又把老公的錢花光。文珍大哥準備得獎感言咯，你算盤嚟哦，你哦，6點是準備，我本開多咧，我本開多咧。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那最杯米館到底哪部開料理較佔到咯。先陪大家嘅掌聲鼓勵。那係熱氣愛嘅。啊，應該有海鮮煎餅，應該有這個是三瓜鳳肉。好，來試試看那你的海鮮煎餅咯。好，無麩質的米谷粉的海鮮煎餅。你睇人家體質白是愛用嘅海鮮煎餅。好香哦！哇，米香凍香嘅。而且佢下剪刀叉叉以外，蔬菜和保留嘅水分都要到邊。調的醬也很清爽。個地婆都會泡菜畫龍點睛。好吃。好吃。你第一百吃嗎？嘿，他沒有弄給我吃過。有冇牙仔吃到呢？好吃，都好吃。對台灣人來講啊，就食盤甜甜。馬上就打做粉之後，佢就要做很多嘅料理。食睇之後咧，你攞去食看一下三瓜鳳肉。哇！好 juicy 哦，冻到水嘅。謝謝。記得我們係蛋腸用脆甜甜，還會熱青嘅泡泡水啊，用落去這種半水煮，保持嘅水分。最主要嘅咪咪武器是那個鹹冬瓜。凍咪咪。而且比例剛剛好，因為起到講跟牛啊凍鹹。而且博謙這道料理你應該要喜歡，這個沒有。這是減糖的飲食。對啊，沒有那個澱粉嘛。對，非常好。哇，2片很厲害，還有白菜嘞，我最喜歡看這種感覺。聽聽文珍哥評價啊，你覺得老婆煮的樣板？老婆煮的好吃，但是我們的比他的更好吃。仲話緊講兩件可以直接小回轉，用咩表情？好啊，不過咱嘴對自家做嘅咁啊，許多講。信心好吃，好吃好吃，對不對？信心滿滿。對啊。那就你走主持人啦哈，我們不用參與評分，那但講其實啊，但是看這種焦火滿滿，就覺得很有興趣。等一下就會看一下4部都導演有蠻評分的。戀愛世界風吹搶本分數。哦喲，4分。還有價錢咧，總共就係6分。好，來看一下。有什麼最後要交代的嗎？給你們一點壓力。好，來看一下，冷翠得到幾多分？4分，總共係5分，風吹讓咧。其實不搶公平。好，其實嘛，
我冻上本人对人的冻豆所以点是讲哦，其实绞肉底本你袂做咧用那个东西，用该给酱料。用个腌冬瓜给寿司倒落去，给绞肉是有梅头，做做给梅头袂释放到全部挂的，是正常的原因啦。做了冻吼，好，啊，另外本该红队其实俺没提110度，米谷粉，嘿，米谷粉做到冻和东西是正常。还有一点小意见是讲，应该海鲜的火候的掌控，还能按个再调整一下，是不是还好？行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我本量最平手的原因吼。因为咧无麸质的个韩式煎饼，淀粉较少，蔬菜很有口感，就煎得切切，好，我感觉当好。咧个肉又黏味，还有个瓜嘛口感，烤，又咬得落，就拄好。第三个原因吼，係講容量公價吼，嚴格啦，咁啊，那種平時吼是在破壞你的家庭。你看，其中第3個原因，你講都係。總係平分秋色，當好啊你。好，謝謝。好啦，你睇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嚟呢出來頒獎咯。耶！恭喜今日呢老公老婆組一下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咯，馮翠得到嘅係6分，藍翠得到5分。先來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4塊錢。恭喜！我溜電哦，務必保管好，保管好。冇事就會春珠啊，這得到獎金了，你無了。好，看下咱出嚟一片吼，得到嘅獎品按到太高碳石墨烯太保沃個哦，大頭菇，哎呦，動態價個。所以做個做動作嘅豐肉，謝謝。先來請一鳴姐。要不要來參加嗰啲心得老太家分享一下？感覺有趣，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參加現場錄影，對啊，然後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好。文正哥，今日聽都衰唔落夠你。你看他那個握的獎金多緊啊！慘了。來，老太家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要幾爽快嘅？非常嘅歡喜。3000元有用啊？哎，3000元了。来，不用的总是卡钱，真的，果然是我们节目的用心呐。等下导播一说卡好，春柱姐先去呛喵，是第一次亮对不对？知道吗？这速度要快哦。对，哎，他讲谁会难讲又断哦。啊，就这老大家分享，今天参加的感想。冻火糕，哎，俺眼睛应该是长冻火糕嘞，马个都在笑。谁来嘛？这老大家分享，今天参加的感想。客家话我讲的比较不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很高兴来参与，大家一起很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你看到你长快乐哦，真的，这句也好笑。希望下次哦，两固手喊走的落一摆，好吗？好，希望你哋。谢谢。大家都參加比賽，前跟住好搞快快樂樂，唔是上眼多，所以你下下嘅健壯嘅朋友，唔是上日日都幫忙參加比賽。我們就依家指數分享你來到節目當中分享有冇睇好料理咩 Q 下來曬恩愛喲。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